昨天晚上你和江妹妹，不是我说，你跟这赵王真不愧是亲兄弟，都被江氏迷的是神魂颠倒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你是千万不能宠，你宠她一日，她对你撒娇；你宠她2日，她对你撒泼呀。哎，你若是连续宠她3日，行，哼，上房揭瓦的胆儿都有了。你对我句句不离江氏，到底是何意？我这不是和你分享我的恋爱心经跟心得吗？哎，我不是跟你说呀，我这些知识如果出本书，不知道得受多少年轻人追捧为恋爱圣经。为何一夜之间，你又变得如此不可理？要我说呀，你就算喜欢这个江妹妹，也无妨，咱哄一哄，骗一骗就行了。这女人啊，再漂亮，也经不起岁月的这把杀猪刀。你给我下去！我说错什么了？下去！停车！哼，什么嘛！啊！这妞妞，你怎么下来了呀？被人赶下来了呗。七胜这个人情绪太不稳定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什么了，发那么大的脾气。啊，娘娘，您昨天还跟太子殿下那么恩爱，怎么今儿又不好了呀？你再说一遍，我跟太子怎么了？恩爱呀。我跟他怎么恩爱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？昨天晚上，你不是一直跟我在一起吗？昨天您喝醉之前，确实是一直和奴婢在一起呢。可是后来呀，您喝醉了，就吵着嚷着非要上床，然后太子殿下也来啦。说出来呀，会被人觉得轻浮的。吕丽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今天早上对我羞羞答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男女之事放到台面上说，总归是难为情的嘛。吕丽，你这是要把我掰弯了你！